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你家用欣賞圖圖看電視看得研究的哦，我哋今家哦放起來，動一下，熱身一下，因為基本我哋做一些重量訓練。大家熱身的時間，我哋開始替的會做開關器的動作。開關器的動作呢，我們現在會兩腳與肩同寬，兩手打直之後，那我們會做一個轉身的一個動作。對，轉身的一個動作。那這個時候呢，我們的腳還是要跟着去動，把我們的髖關節去打開來。那我們大致整個5下就好了。1、2、3、4、下邊面呢，我會做一點斜向左上，左上右下的一個動作。來，左上右下。那身體的話呢，我們盡量把它轉到身體的另外一側，髖關節的部分也把它轉動，1、2、3、4，好，現在換個方向，右上左下，1、2、3、4。好，那這個髖關節我們做完了。第二個動作呢，是十字架的一個旋轉。那我們先趴在地上，好，放輕鬆。之後我們先轉身到左側的方向，本來的那脊椎啊放鬆啊，我們這個腳是留在原地的。好，1、2、3，好，之後換邊，很緊。那我們慢慢的把它放鬆，1、2、3，好，換邊，1、2、3，慢慢用自身的重量去做一個重力壓的一個動作，1、2、3，好，我們再一次，然後1、2、3，來換邊，我們腳留在原地，不用去做旋轉，把我們的脊椎跟胸椎給打開來。好，那我們現在換第三個動作我們前側跟45度的一個弓箭步的暖身。那我們先做前，左腳向前之後，那我們弓箭步盡量你把重心朝下。膝蓋不要前推，那我們身體呢向後仰，之後側45，側邊，來換腳向前，好45，來側邊，好，我們再做一次，來左腳前，45，側。好，換腳，前，側，好 ，OK， 我哋而家身體壓起來哦，多時間陸屯老師叫我來做居家重量訓練。我接下來叫我屯老師叫我來做運動哦，而家我哋咩做背囊嘅運動，背囊運動頭都有講嘛。陸屯背囊大致示意就是一個上背跟下背的一個肌群的一個訓練。我們等大會做一個所謂的一個伸展，那它其實拿的重量也不重。那不重的狀況下，其實它可以鍛鍊我的那小肌群啊，上背的一個肌群的部分，跟下背的一個強度的一個增加的部分。強用體育扛我的陸屯瑜伽墊打開來，按摩輪牙軟墊都可以。打開之後呢，我們趴着。趴着之後呢，你的上半身基本上現在目前是趴在地上的。等大家會做的時間，我們的腳不要翹起來，我們盡量不要翹起來。那當然你有的時候一下子會翹起來也沒有關係，但是你不用翹成這樣子，一樣你就平貼在地上。那我們的手就直接伸展在前面。那我們等一下做的重點呢，我們
手的部分会直接后拉之后，那我们会尽量把上半身做一个抬起来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时候你会去感受到你的上半身的肌肉肌群也是做一个压缩的部分。那相对性的，你的上半身抬起来之后，其实你的下背就在帮助你做一些锻炼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用徒手的方式来做。你看数身垂1的时候，我的撸臀，手肘后拉回来，上半身提起来。好1，好再回收回去。那这个时候你的上半身一定要跟着扬起来，扬起来的时候，你的下背自然它就在锻炼。好2，有的确实有一些强度的部分会比较强。开始的话，你可能确实做这个动作会有一点吃紧，那没关系，我们在家做一个居家训练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体能的状况，去做调配。基本上那可以做量的，做3妹妹唔怕，唔好讲那做量的3妹唔做唔起来，都唔做的。3、4、5。好6。那我们这个时候是做徒手的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强度的部分，我们拿这个弹力带，它至少它有一个强度的部分。你在做的时候呢，这个弹力带，它到时候你做上来的时候，你也可以往外去拉。1，顺势的往两侧去拉。再回收回去。2，拉。3、4、5、6。好 ，OK， 这就是弹力带的一个部分。那一样强度上你都可以去做调整。今天你如果做这个外拉的部分，你也可以顺势试，它是练你的背部，手其实也可以练。这个强度你都可以去做调整。那接下来，如果说你没有弹力带，好，我们用当初我们做的2、3头的这些保特瓶也可以来做，一样躺着。那你2手拿着这个重物，一样准备动作。脚平在地上。1、2，上半身离地。把你的上背去做一个压缩的一个部分。3、4、6。好。那这时候我们其实就有做了一些用，不管说是徒手啦，或者是我们的弹力带啦，或者是我们的保特瓶，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我们上背跟下背的一个联动的一个训练。大家里面的踢的动作做的，多时间呢，我都会教你们再做第2个一个，也是上背下背的一个动作。加了能做踢的动作踢的动作能入讲，主要我们把背切成所谓的上背臀下背。那第1个动作，我们有针对上背下背去做一个综合的一个锻炼。相对性基本嘅体育课前面的瑜伽球，可能有的人卢卡会有一些瑜伽球，某一把可能这个动作可能落去前面的瑜伽球那够好啦。某一把你可能会找，比如讲针头啦，给的对总个高就还有瑜伽球是最好啦。用瑜伽球这个部分，我们来做的时候，到时候我们趴的时候都是地方差不多会提瑜伽球的一个正下方正上方啦。用这脚我们找一个墙壁的地方去做一个支点支撑的部分，因为多时间你可以做动作的时候，才比较不会晃动而有平衡的一个效果。这个动作呢，我们讲说它是一个 Y 字跟一个 W 字的一个动作要领，一样同时是锻炼的上背臀下背，也直接可以用徒手的先来做。准备动作呢，你这2只手都有点像在球的前方做一个缓冲。歪的时候
把你的全面，好掌心掌面啊朝下，变成写成一个 Y 字，好，那这时候上半身一样上提，好，下的时候我们下来，在球的前方做一个缓冲。W 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旋转肌的一个训练，所以你上来的时候一样，上半身抬起来之后，这个拇指我们朝后方45度的方向去做比，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肩膀旋转肌啊，就会做一个旋转的一个动作啊，因为这个肌群的人平常时每天拿东西的时间也会训练到，所以这个部分等下腿训练啊，好，所以我再讲一次 ，Y 的时候就是一个姿势 ，W 的时候你就把它做成一个 W， 所以你这时候会看到是一个 W 的一个部分。好，我们先徒手先好了之后，好，一样我们就10下 ，Y 10 ，W 10，好，1、2、1、2、1、2、1、2、1、2、1、2。哦，这个要领的话，你的上半身一定要跟着起来哦。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负重的部分。那一样还是强调负重的部分，你可以依你自己的能力去拿不同的重量。好，我们现在 Y W， 哦，拇指朝后45度。好 ，Y W， 这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感受到你的下背会有酸的一个感受度了。好 ，Y W， 好，我们重新再做一次徒手的，来复习一下。来，徒手的 Y W Y W。好，负重的，来一样 ，Y W Y W， 好，再一次 Y W， 哦，这个时候你真的就会感受到你下背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效果。好，那相对性的，你在做 W 的时候，你的旋转肌其实也在做这些锻炼。那其实这些动作，不管说你下背，我们在家，我平常只会拿一些重的东西，哦，有的时候拿下背某一做锻炼，一下去拿一堆够重的东西，你可能一下都闪到腰，哦，会之类的一个受伤的一个部分。那刚刚的第一个动作跟这个第二个动作，可能都针对所谓的上背、下背做的一个综合的训练。哦，今日大家做过后，可能都熟悉一下，好，陈梦大家。